馮律師啊，有冇發現咧？近排多咗好多關於洗黑錢嘅一啲刑事案件嘅查詢啊？冇錯啊，所以今日咧，我哋都講一個同我哋生活上日日息息相關，但係好容易被忽略嘅法律問題，就係洗黑錢啦。嗱，洗黑錢咧唔單止係刑事犯罪嘅行為啦，更有可能令到無辜嘅人咧無意中捲入咗咧民事索償嘅官司當中嘅。咁其實我哋成日都聽到洗黑錢呢個字啦，咁其實係法律上係咩意思咧？嗱，其實根據香港法例第455章《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25條咧，其實洗黑錢控罪嘅全名咧係處理以知道或者相信為代表從可公訴罪行嘅得益嘅財產。法律嘅用語聽上有啲難明喎，有冇啲容易啲理解嘅説法嘅咧？咁簡單嚟講啦，洗黑錢咧係指處理某啲財產，而呢啲財產咧係嚟自犯罪活動嘅。咁但係咧，罪犯試圖咧掩飾佢哋嘅非法來源，咁咧令到佢好似一啲咧合法嘅交易。一般市民咧可能以為洗黑錢咧同自己嘅距離好遠啦，但係其實多咗一啲市民咧喺一啲誘惑啦或者欺騙嘅情況之下咧，又或者佢自己係舉手之勞去幫朋友嘅啲行為，不經意咧就觸發咗一啲法律嘅。咁或者馮律師可以同大家介紹一下近排一啲案例。好啊，咁近期咧都接觸到唔同嘅案情啦，包括咧犯罪分子利用年輕人想賺快錢嘅心態，揾啲犯罪分子咧喺唔同嘅場合結交一啲年輕人，咁認識咗之後咧就同佢哋推薦一啲咧輕鬆賺錢嘅方式，例如係開一個銀行戶口啦，咁就可以獲得一啲報酬㗎啦。咁年輕人咧開咗個戶口之後咧，就會帶到去一個地方，要求咧將手機同埋身份證咧交出嚟，咁咧就軟性咧其實被扣留起身嘅。咁犯罪分子喺呢個期間咧就會操作呢一個銀行戶口咧就用嚟洗黑錢。犯罪分子咧喺網上咧結交咗異性或者朋友啦，開始咗呢一啲比較熟悉或者親密嘅網上關係之後咧，咁就聲稱大家一齊做生意，或者咧自己唔方便喺香港開公司等等原因啦，咁就誘使對方咧喺開一家香港嘅公司嘅，咁就開咗一個咧公司嘅銀行戶口。咁犯罪分子咧就會話自己咧就會操作呢間公司嘅生意啦，咁有所謂嘅收入存款嘅時候咧，就會以唔同嘅理由就叫嗰個受騙人啦喺公司嘅銀行戶口裏邊咧就提取現金嘅，之後咧就會交到咧俾其他所謂係朋友嘅犯罪黨羽手中。誘騙嘅手法咧係咁層出不窮啦，咁我哋應該點樣預防呢個洗黑錢，又避免成為呢個犯罪嘅鏈入邊嘅一部分咧？咁呢度有幾個重要少少嘅提防措施啦。唔好輕易接信咧陌生人嘅誘騙，輕易咧開或者提供咧銀行戶口信息出去，或者提防任何人士咧要求放啲款項喺你個人銀行戶口，並且咧係要求你即刻咧拎啲現金出嚟嘅要求。如果有任何可疑人士接近你，提出一啲不正當嘅金錢交易咧，都應該即刻咧就向呢個執法部門咧去報案，提供相關嘅信息嘅。咁如果有人涉及到啲洗黑錢呢啲罪行咧，會面臨一個乜嘢嘅法律嘅後果嘅咧？根據香港嘅法例啦，任何人如果明知或者有理由相信咧某啲財產係一啲犯罪得益，但係仍然都處理呢啲財產嘅話咧，係可以構成洗黑錢罪㗎啦。咁一經定罪，最高嘅刑罰咧就會係監禁14年，同埋罰款港幣500萬嘅。多謝馮律師咧，今日同我哋探討咗咁多關於洗黑錢嘅運作方式啦、法律責任同埋點樣提防嘅方法嘅，希望大家能夠提高警覺，避免無意中捲入呢啲犯罪行為啦。